连接就是我是徛到台湾角度来看这个代志，但是我基本上台湾是一个multi-linguistic 的社会，大家爱互相尊重，毋看紧但是政府国家应该要提供这种资源，互因国别去发展，这是做一个政府，我想应该有的一个角度。我这是我的基本的。但是这几档我就较无咧武遮，但是我讲到像 TED Talk， 3年前伊邀请我演讲花钱的时候，我讲。我有咧想，我问讲是毋是会当用任何语言拢会使？其实我嘛咱讲英语、讲 Mandarin、讲即个讲台语嘛吼。尾仔想的，伊讲拢会使，迄个真 open 哦。尾仔感觉我咧想一件代志，我若讲 Mandarin， 我若讲华语，你迄个 TED 即马差不多12-13万人去看，我相信若用 Mandarin， 相信会超过100万的。但是尾我做一个决定啦吼，第一。而即个 TED 无人用台语讲科技过，绝对无的。这是一个我感觉一个足好的典范。我家己认为，第三虽然较少，但是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算挑战吼。因为正式演讲甲普通时咧讲话，甲我内部讲无啥共，所以是这个原因，我才决定安尼。我即马搁回头倒来看，我迄个决定是对的。对，这基本上是安尼呀。搁有其他问题无？因为迄个咱国教授是海尾人嘛吼。对。听着迄个地名，是讲海尾嘛吼，佫是个音笔嘛，安尼大江内海。即马嘛搁咧音。对，你甲咱讲了细汉吼，有啥物饮水的经验无吼？细细饮水的时阵，我若囡仔，阮足欢喜的，为虾米？我著讲，阮细汉拢咧补充啥 protein 吼，若是较早的狗仔吼，迄水准其实拢较清气。尾仔是安那饮水的时阵上好，为虾米？鱼阮鱼拢走出来。阮就安那摕卡桶做大卡桶，然后用迄个网打，你知无？塑胶的网打，塑胶网打有空嘛？阮就喺老的所在卡桶，互鱼偌欢喜的。所以这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所以细汉饮水我是上快乐的。细汉佫常常饮水啦。即摆咱上嘛是佫常常。我来问这个问题，讲其实吼，你这个回忆吼已经消失啦。啥啦？今年海尾无啉水啊？有啦，庙口毋是佫啉水？无啦，今年无。今年无啊？对，规个海尾无啉水。完了。所以你的回忆都只成回忆了。安尼其实是较好啦。佫有啥问题？较大声些，歹势。无麦克风位置。较大声，较大声。你无食暗顿呀？未食，我嘛未食。你讲你是下定决心要做这项研究，到即摆这个抗战，应该有拄着过真侪困难。你头拄迄个看迄个影片前话，就是你花钱要写失败了，你迄个表情看起来都是懵的。对啊，当然啦，就是想要讲，就是讲。伫咧追求你的梦想的这段过程中，你上啥物心态，还是你有啥物较特殊的方法来度过你所面对每一个难关呢？对。其实听到吗？好，会使哦。其实我尾仔去想的，就是因为其实我会感谢我有去美国读册，我了解台湾，阮阵其实转来，其实我嘛当留到美国啦。我想称呼啦，啥物一寡老师拢机会足大的。迄阵其实我台湾头路还未找着，我太空中心头路60%还未完全确定。我甲某骗讲确定啊，因为我今日带吼囡仔生了，囡仔去幼稚园了，就要转来比顶天较难。所以阵我就想要转来，但是要转来创啥我嘛毋知。我那个时阵，你要读 PhD 基本上就是教册，但是迄阵1990几年足歹找。我知影成大航太系我嘛有申请过吼，伊一个位出来点知影91年的款，900个 PhD 咧签。我拄 fresh PhD 要创啊，所以迄阵转来了，其实毋知要创啥。但是我有一个心态，就是讲我做代志较踏实。我的环境是啥？我先适应环境。这是嘛恁参考啦。你无可能讲一个人研究数知，你去一个环境，你就想要飞天兼种地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你要先以迄个环境活落来，就迄个环境利用遐伊的资源活了做好 ，OK。了你才能改变一切嘛。我差不多是迄阵我拄升正教授。我本来为着要生存咧做的代志，我要翻头看。我想我即摆批文写100-200篇啊，我嘛啥物飞咯
A 什么 fellow，A W associate fellow， 这台湾可能多一个，但是对我来讲，唔是遐大的意义。我现在比如讲可能全世界人用，唔是台湾家己用啊。所以我要想想，都有这个机会摸了，看了少年家啊，少年家看了这个物件，因为我伫遐10档，毋捌看了少年家参加这个物件遐 exciting 哦。当然你若拍女朋友，我都唔知啊。无共 excitement，excitement 会感染你嘛。阮第一个发射阵嘣炸掉，第二个爆者，江路船拍开是无细是拍开的，但你看学生啊，excite甲嘿，所以我讲，这第一因为学生，第二我搁翻头看，这个物件做系统。一个国家会强，系统工程最重要。系统工程为方法就是去实现。我讲的，我有一寡挫折，就是讲无钱啊。我是德哥斗菜的，其实我若甲这陈大航他的资源比起来吼，因可能是10几档前3开始咧做。我那是你大概看影片咧，蹦蹦蹦，迄是阮的下馆边仔草坡啊，种箭头在那蹦。阮下一个电工系老师，我听说讲，伊电你讲，吴宗信，恁下啥物人咧做炸药？因为7号向嘣一踹一个，到尾然后变摆落去，这中搁有我时间是气爆过，我有4学生受伤，迄个好佳在个天公伯安排，迄个新竹大单位讲落大雨，嘣嘣嘣，叫感染啥啦？清华迄个椰林什么 PCT， 昨仔上单位讲足大声的，其实毋是爆炸，迄个若好天气爆炸。我即摆就无可能做，所以足侪代志，你对贾博士讲的，你每一个坎站，你也发觉拢是有天公伯安排，吼。天公伯安排，因为我想我是算咧做正面的代志，伊安排。你碰到困难，其实是咧甲你试验啦。你像我过去这3档出去，其实一开始的梦想，到尾你实际上咧操作，你 daily operation。为什么我尾半年前我一顿饭食无，2喙饭食袂落？我出去我的免疫系统佫出问题，因为压力上大。你做研究，你好做研究佫还好，你有个学生啊叫我妹妹，所以你是用教呢，出钱人甲你吵甲你算，所以种你面对的完全无共。你个物件，因这系统非常复杂，你无可能讲晚下就成功，那安尼早就大家拢会当去火星啊吼，所以。但是尾去倒来想，这个挫折，伊互我某种原因，互我紧倒来好，结果互我重新整理我过去这3档学的物件。叫我会甲伊讲，我比3档前更较强大啊！我较清楚我知影要创啥。所以碰到困难真正是机会。当然你迄个时坎站你会足艰苦的，但是尾你去倒来想，人心肝放较快的，这天公伯安排的，阮细汉就是天公伯啊。若无我若当日今朝我就讲，我若讲按鸟话就是因为你甲恁老母上亲近嘛。我的妈啦，安尼叫按鸟话啊。所以足侪物件拢是天注定，你着尽心尽力去做。你莫豺狼放火，其实自然有安排。安尼你做足侪当着挫折，你着较会，你心肝着较袂遐艰苦。这是我的建议啊。还有其他？能够找文经诶，嘿，用火用，你敢有想过，今仔日你毋是做火，你是坐伫内底，就是你毋是做的人，你是真正伫外口用迄目睭看着火的外口。我听无意思。我会当用。我记得你用你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你不是坐火箭的，你不是在地勤的部分，而是你真的身临其境当一个太空人？太空人哦。有没有想象过？我唔敢。我想要做别人做，我家己不爱做。不过来讲我其实毋是已经有足侪 qualify 的 action 哦。我讲我2控1控无迄个，阮第一届发射较大粒的伫续海、伫玉海啊。因为阮咧德国斗菜都拢大布棚，阵个半暝落大雨，阮物件放伫遐足烦恼的。我去半暝3点，阮找2个，我甲迄个何老师也有伫啊。阮去迄阵我会记是9月嘛，阮烫正骹，行到遐看海顶，迄种海，迄阵你看海啊吼，阮伫海边啊嘛，看对海去。阮看了一个竹排啊，迄种塑胶，迄种竹筏，一个人尔，阮看足明显一个人，伊伫大海安尼慢慢哭，
迄阵你看到，其实甲你 space 看到是太空看到一模一样。所以台湾任何一个吼，咧讨海的人，拢 qualify 做 astronaut， 做太空人。我无，但是我毋敢，我会惊。哦，所以你无看，大概阮若发射，我都毋捌去试过巴特。我拢记甲足镇定讲，某人你甲我试者，其实我惊到要死啊！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弱点，我毋敢做太空人，歹势。做太空人勇气爱足大啊！我看你无近视，应该 qualify。OK， 还有其他哦。教授，我问一下，就是刚刚在上面看到那个火箭的部分啊，然后氧化剂的部分，你有用到一个 N2O 跟 H2O， 对，做氧化器。那这两个分别，他们都是作为氧化剂，那两个就是在各自的优势在。哦，对哦。都算是一个比较干净的能源嘛。它的科技大小看起来科技大小是差很多，就是想问一下，教授对于这两个未来的发展，用在火上。其实海布罗其实呢，像笑气顶管迄个吼，伊要做推力控制做难，因为伊种物件是 blow down， 伊家己本身有蒸汽啊嘛，所以无你无拍开，伊就杀出来。但是因为这伊的 expansion， 所以温度愈来愈低，所以推力会愈来愈细，这第一点。啊，第二点，这个双氧水呢，伊其实是甲水的特性做成的，但双氧水足敏感，双氧水你这我就讲讲，但伊甲水共阮的讲话叫做不可压缩流体 （incompressible flow）， 所以你用做足好的 flow rate control。你用做像即个就是demo这你看，我用足俗的波瓦，俗个大碗，用 PID control， 迄个老师帮助足大啊。我会当用足俗个大碗，我会当做足 precise 的流量控制。我免你用迄足特殊的蒸发拼图遐复杂。这波瓦这当然拢家己做无问题。所以以后不管你流量100公斤、200公斤、300公斤，压力偌大，我都能用。所以基本，但是这物件限度爱做细致，迄嘛是爱细致，因为迄嘛高压。所以阮即摆来做法，阮即摆是两种 combine。中一支阮是用笑气，边4支是用双氧水。双氧水你用做 precise TVC 个 gimbal。所以我感觉这是 hybrid。为什么呢？双氧水你要做较大量、高纯度这台湾嘛是足宝贵。这是台湾较多，就是讲，因为台湾足侪半导体厂，台湾一般买一个双氧水差不多50-60%工业用的，伊内底 impurity 伊的杂质差不多到 ppm， 但是对阮来讲 ppm 袂使 ，ppm 佫伤过惊人，惊人伊断个一寡杂质金属的粒伊就叫啥触媒，伊 catalyst 反应作用，袂使危险，所以呢，伊来到 ppb 啦 ，pp 是使得负9次方的浓度足顺的。叫台湾有啊，台湾因为半导体工业像台积电啥这产业足济，伊内底爱用足纯的迄个双氧水，结果因有种叫电子级的31%，台湾有4间公司，长春啥台湾这产业体系因摕迄个50-60%，甲提炼到31%，伊的杂质的不纯度离 ppb 左右，阮就去甲摕，有一间公司甲阮合作，伊足俗互阮用，我甲摕来。阮甲纯化，纯化足简单的哦。你莫看人黑白写，什物专利啥，迄个你国中读过的蒸馏原理，这买拢有啊。一台40-50万，我倒下我就当家己做啊吼。所以因为台湾这个产业体系，台湾即摆若无31%，我要纯化足难，佫足危险。因为这对我来讲足简单，所以台湾工业技术，你即摆走去日本伊无一定有即种31%。可能有足少足贵，但台湾算伊量足大，因为台湾咧做迄个半导体代工，伊这量，所以阮足轻易就当摕到这。所以台湾是真正是报道啊无，你若无这你就巧伊啊。所以两个讲这两种我感觉是爱 combine 较好，一个当做推力控制，你当做 gimbal TVC 做方向 structure vector control， 一个做推力。为什么？台湾的效率佫足简单，俗佫大碗，你买足简单，你到99%就会使。台湾的迄个半导体嘛咧用，医药嘛咧用，你买来做迄较咧运送较安全。双氧水你只要量较少，爱家己提炼，还是找迄个化学公司提炼。所以这两种的 combine 我感觉是上好的，伊通达到推力。佫有因为你这是一个工业，你着爱处理爱俗，佫紧，
啊，你袂当讲买一个物件，哎，对丹麦搁较车快，我拢分到涂骹。台湾 you got everything， 台湾欠的就是 sensor， 较 high end 的，但是台湾即马其实嘛有进展，譬如讲GPS， 台湾做了上好的前3名，我莫讲分啦。太空中心、中科院、台湾嘛有民间公司是新竹遐20个人的公司，所以台湾党拢有，啊搁台湾像迄个 FOG， 迄个光纤陀螺仪，咧做武器迄个做到袂歹。安尼讲咧，所以台湾其实拢有啦。啊，当然，甲人真正咧白，佫无，但是对足者目的已经有够用啦。台湾是咧足强的呀。当时会到500公里。我毋知，你讲我啦，无啦，阮无，阮即摆是日后的资源，阮是有信心，即两三档100无问题。啊，我是210，这主要就是讲210拢用控制。啊，这为什么我敢即摆咧做？较早我毋敢，因为我出去了，我知影要安怎做啊。我知影啊，都一步一步都是，所以得我爱一步一步来就对啦。啊，但是后的困难就你拢是学生啊来来去去嘛。啊，当然我有一寡方法，想办法，甲一寡有经验的人，佮get together安尼啦。呀，再个一个，互问较欢喜就好，无要紧。佮问慢慢弄。当时我是咧问你讲，你讲火钱爱花一定会弄错。迄是要入过的火钱。你用较无人听袂到。这个，来这个。谢谢。啊，若是讲伊迄个要入轨火钱，啊，你若是讲拄着乱流，要你安怎处理？好问题。所以，伊无简单的所在是啥？譬如讲，我假设我伫石棚遐发，卖石棚的啦。迄个需要发射，啊，其实你得要有气候的 wind profile， 啊，当然你要射进前要有这，啊，风上大的所在就是差不多平流层差不多90公里，到20几公，差不多30只。这个所在你若地球来看，伊是向东的，所以你看咱若飞行机要去美国哦，伊拢调讲飞10公里附近，互风甲吹。你有感觉你去美国时间较短，啊，转来的时阵伊会较长，原因就是啥吼？即地，啊，迄个所在风足大的。所以你咧飞的时阵，你规个火箭的控制吼，我一般你若读过控制叫做 robust control 强健控，就讲你的设计，你咧克服所有可能的突然的，有一个叫 gust 瞬间强风会当到较夸张会当60-70公尺 per second，60-70米，迄毋知几级风我毋知。所以风咧射的时阵吼，你可会当你的引擎吼，推力控迄个方向控制，你搁都甲扛落来，啊，所以这就真 tough。啊，当然你袂当保庇提供白卖有迄个风，这无可能。所以啊，一条火箭话你若较大粒的，一粒骨头硬。所以足复杂的。我出去学上这个系统工程 ，system engineer， 迄种物件做严谨的。我佮看到为什么要去学，就是靠系统工程。你其实伫美国因的大的迄种个，美国因若要设大 program， 不管是科技，不管对一个 field science 的 technology development， 譬如讲伊今仔要发展。fuel cell 还是什么引擎啊啥？因美国拢有一寡可能伫 top level 有一寡 advisory board， 内底差不多有一半拢是做太空的，就是卫星甲火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物件吼，你去了，你袂当想，你袂去找汽车的，汽车歹会当修理啊，会当 call back。比如迄个动啊无全部甲收倒来，虽然了钱，火箭卫星去哩，歹势你就去啊，一粒可能。我讲的服的 Formosa 2 40亿，所以伊的系统工程伊足严谨，我毋知第一遍讲足一步一步足谨慎，严格，我是老师较指导讲足严格吼，就是讲，所以伊即个系统工，所以美国伊所有大的 program 内底 reviewer committee 有一半拢是太空的，啊，为了当克服你讲即个，你着爱做足个 scenario。哦，还是 Monte Carlo simulation， 确定讲，我若一个 random 风足大，你的工作个我都转来，啊，你会甲你的 envelope 做出来，所以像阮即摆咧做，阮即摆咧做 mission planning， 像我即个火箭安尼，到底我起来我当飞到100公里无？我要考虑真正风扫了，伊个会砍一个，啊，袂砍一，你还去想办法。譬如讲吼，你加一寡什么 flare， 还是加，阮无想要加时啦。通常你若看到火箭有加时啦，就是较无控制，啊，若无时啦，佮飞起来，迄就较厉害。
啊，你若是咧噗一个，迄冲天炮，为什么因飞弹爱开始遐紧？伊靠伊的高加速度，啊，毋惊风甲线。啊，你若像你一般咧载卫星拢是慢慢啊，伊的加速度差不多是1.5到2尔，慢慢啊去。你嘛知影有风咧线呢？啊，一支啊大机开袂倒过，伊迄其实喷出来，我放屁啊，咧放个屁啊，个超角度，听无？啊，所以这无简单啊。所以基本上我拄则安尼回答你个问题啦，免讲啦 ，OK。好，啊，还有啥问题哦？互问甲问到饱，好不好？哎。刚刚有什么问题？哎。哦，你挂 NASA 哦？你航太系的吗？对。请问咱咧烧一届爱偌济？哦。你若烧差不多40-50，你包括这若烧差不多1-20万，你若要烧40-50秒，像这届这烧差不多25秒、30秒，对。其实差不多看你的 size 啦，系啦。啊，主要是你准备的工课足济啦，对。所以你的操作拢爱做系统工程。像我也先爱出去的，啊尾啊我看，有迄行动足大，迄成长甲较早无共。啊，所以我即摆就较轻松嘿。OK， 还有无？对。老师，我看到你的最近的目标是咧拍100公里嘛？对。啊，可能拄着上大的困难是啥物？啊，要安怎解决？啊，咱政府敢有甲你支持？有，即摆我像我有摕着一个科技部叫像迄个航太所的，叫有赵医生老师好像无？应该有啦。啊，赵这个有啦，赵老师摕一个嘛吼，赵老师摕一个，计我嘛摕一个，阮两个拢做伙钱的嘛。啊，我知影赵老师应该是甲中科院合作第一集啦，啊，阮是2集拢用海培的。有人讲海培无可能，我相信还好，阮是感觉会使，啊，阮是有导控。阮本来是要应干，啊，但是尾仔吼，我讲以后你第一集爱，你若要应干，你也想你若你火箭600公斤，你买6倍啊、7倍加速度，你爱4000公斤推力，以后做遮大，毋是袂做事，但是迄个资源的迄个 consume 足恐怖的，吼啊，所以阮尾仔我甲降落来，阮差不多推力用1000就会使，因1000这就1000啊嘛，啊，然后阮用4粒引擎差不多几百公斤，会当做 TVC 个 throttle， 啊，去用这 torque， 阮算，阮即摆咧做任务分析，伊其实过去即几档我 develop 一个正用的 6-stop 的 code。伊内底有工作你想得到拢有啦 ，random 的风啦，啥物拢有当时，所以阮即摆分析出来应该是困难哦。系统工程就是一寡人突出去安尼，技术上看的是还好，对，包括 propulsion 啊、航电系统啊、个通讯结构啊，结构因为阮有甲真厉害人合作，结构对后要做较难。阮要用只有海迄个 carbon fiber、winding、塑胶内胆，这拢。伫全世界拢不只 advance 技术，台湾有一间公司有法度。这就是我手几档才学出来。啊，无较早阮你讲，阮迄台缠绕机，阮是德国倒菜刀。啊，二校老师讲这电出来足欢喜的啊。啊，问题吼，迄甲咱 professional 比起来，有一寡物件校老师是有优点，啊，有一寡物件人外口其实已经不只 advance 啊。所以这你该我说一个了，我才掌握迄个什么物件爱家己发展，啊，什么物件。找人合作安尼，对，OK。这航太系个休息，拢赵老师啊，先生。咱有问题要继续问无要紧吼，他但是要先走啦无要紧。好，各问题。问到饱。问到饱，教授，你敢会建议讲，咱航太的学生，还是大学，还是研究所毕业了，出国读册，还是出国发展吗？发展好，因为人生乐乐长啊，你真正毋知你要创啥。我大学毕业1986，啊，建业88硕士毕业，啊，做兵了90年对人讲我出去，我阵较有想着火钱。但是你出去了，你目睭会开起来，你要脱离你本来迄个环境，你脱离环境，你出去看，你才会当想讲你本来咧做啥，你才会当规划你将来。所以我足强烈建议你爱出去。啊，但是你若讲要住在食头小，即摆美国足麻烦，
美国不管私人的航太公司诶，NASA 各路边讲，你若无 citizenship，forget it， 啊，啥意思 ？No chance at all， 安尼的。即摆美国是安尼啦。就是讲，你若毋是 citizenship 美国人，你无美国籍，你卡嘛无法度。你即摆要去 SpaceX 嘛无可能啊。即摆美国是当德国是反德国，所以无一定爱去美国。但是我到美国的这方面上介，而且伊即摆你若要读 aerospace， 讲要做火箭，你若外国人是可能愈麻烦，对对。不过上班咧出去了，你无一定读 PhD， 但是对你的视野，我讲会扩充这最重要，嘿。对。你像我若无喙，我英语就袂遐流利啊。嘿，我英语甲我3种语言上烂是华语，来英语，来台语。台语我若华语，我到下晡时啊，我人足忝的时候，我讲话嘎吱。若台语吼，我半暝起我嘛讲我叽叽叫。英语还好，因为我一当出国差不多10届啊，所以我算我英语佮保持了佮 OK 安尼。所以出国是一个人生真重要经验。你莫想讲你一定要创啥，迄个年纪无人 plan 讲要创啥，无人较厉害。做侪代志拢是 accidental 的，嘿呀。但 prepare 就是安尼呀。好，来，拍摄。拍摄我是要就问一下，就是你一开始有讲，即马带人去太空，成本足悬的。我想要问若是照即马的技术发展落去，伫咧10工内底，敢有可能伫咧即个产业敢有可能商业化？你讲迄个在10档啊，10年啊，10档。你意思是，你讲即个 space tourism， 载人去佚佗迄，无啊，伊这可能每年就开始哦。迄个 Virgin Galactic， 伊是因为2档前咧起飞的时阵，伊的pilot甲 co-pilot 离20几公里爆炸，毋是爆炸，就失事。伊拄仔因为美国的 FAA 介入甲检查嘛，好甲伊的一寡 security safety 做了无好，伊即摆已经差不多3、4个月前就开始起飞啊，对，所以这应该每年就开始有啊。咱台湾吼，这我毋敢讲，我手若有一摆，我就敢讲，我点么都无。我加一步算一步啊，当然，这个物件吼，尾仔我去退转来后是要，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以后要做，甲迄个avionics， 因为 avionics 就是航电系统，伊即个 hardware time， 即个 software system 甲 hardware， 即个物件甲你火箭大粒细粒无关的，伊完全是共款的。第二是 propulsion 虽然以后做无遐大，但是伊的一寡基本的做 TVC、thrust control， 伊的基本的原理你甲基础做好，你若摕到资源，你就做 scale up。我半暝嘛困下去。我3趟前出去的时阵是，佮以后是拍冲天炮嘛，做侪物件要找你倒找人啊。我无经验，学生嘛无经验，所以一堆无经验斗做伙，佮毋捌财务，所以这足恐怖的代志啊。所以但是我要转来了，你甲基础做好，结果这个物件是安尼，是讲你确定你要做啥，你马上第一时间会当找到10个足厉害的人，有足好的 facility 设备，你家己以后要发展这种做结构的，无可能，做系统肯定无可能。好啊，在台湾有这种公司足用的，伊台湾足无名，但是伊物件拢外销，公司了100个伫桃园，足厉害。迄是世界级别的，伊其实是迄个甲广告一下，够无？嘿，是。你前面有说一个说，你跟同学就是做失败嘛，嘿，那你如果刺激，因为你给他一个吊单了嘛，他失败的时候，你是如果刺激同学再把那个火箭再改进嘛？OK。我举一个，我讲迄个，我上是捌气爆过，迄就是咧用迄个笑气。我先啊无代无志做一寡无应该做的代志，甲食做，伊想要管较紧的，因为笑气无好管嘛。所以我阵在咧教人开会，我阵咧做，阵在咧落大雨，单位讲，嘛无单位讲迄爆炸。尾啊，
崩了哦，好佳在尾仔无代志，我送去病，我 OK。当然，这个发生这代志，我厝拢崩啊离去了。阮咧二楼是迄个阮校迄个啥水利什么中心，因惊一个讲规碰起来，啊尾仔哦，我用检讨啊，对阮下人工行伊学校还安，差不多4个月5个月拢袂当动。啊尾仔我过4个，我转去我某妹啊臭头讲，啊你教训无要好啊做，啊去人母即个坑你也出代志免啊，我压力足大啊。啊尾仔我问我4个学生讲，你要搁继续做？向老师讲搁要做。啊，尾仔我再继续，啊无本来可能收起啊。所以啊，第二，你当了上到物件失败，啊你得要有科学方法去找着原因嘛，啊找原因甲解决，这就是做 RD 的人上大的 enjoy 嘛。你当了失败，啊你找着原因，啊你要来开始找着原因，你是开始咧设计时，你来想讲，你往做diagnostic，一寡有诶，所以当着问题就解决就对啦。这就是足简单，就是安尼。我想做RD当问题，面对伊，啊甲解决安尼对。安尼无正经回答嘛，不过就是真正就是安尼。啊，若无世界就袂进步啊。OK， 搁一个，搁倒下。你食饭未啊？我无。等下何老师在考。那个刚才有提到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刚才有提到，有很多工厂或公司都是藏在塔马北、塔马兰，然后就想问，就是您是怎么寻求到这些合作机会？他们那么的隐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这些公司或工厂都在台湾，就是散布在各个地方，那我觉得这样子会是一个劣势吗？还是说他们应该集中在一个园区会比较好？我想要问问题，介做较介有关的，我就做问问就讲，因拢创业行底，咱政府还是讲，咱敢有啥物方式当帮因，互因加怎样扶持，互因当出来嘛？第一点是说你要有 visibility， 人知影有一个叫做吴宗宪带一堆人啊，你啊做拍冲天炮，啊人知影你嘛，这第一点你要有 visibility 啊，所以因为台湾其实讲大无其不只啊细，所以伊个人甲 human 的 interaction， 刚刚咧到我这个年纪，哇！伊是你的同学啥，刚刚咧足紧就 connect 起来。像阮这尾仔找一寡 sensor 嘛，是刚你找着龙潭遐，可能做中科生理的，啊，透过朋友，差不多跳一条、跳2条就找着啊。啊，伊看到阮做这，因逐个拢足欢喜、足 excited， 所以拢一年上大的利用敢帮忙。所以你要有 visibility， 啊，你做正面代志，迄种物件自然就走出来。这我大人回答，因足侪无共 scenario。啊，我讲的一间是高雄高乐城，真正够厉害。啊，所以啊，你无说伊台湾足趣味啊，你无说伊啊话分久，因为你有无共的朋友嘛，啊，伊甲你牵一个，真诶，啊，倒迄个面，啊，你无一定爱照人传统美国人咧做方式，你可能其他诶做法嘛无一定啊。这足侪 possibility 啊。台湾真正是卧虎藏龙诶，什么款人拢有嘿，啊，但是你要有 visibility， 啊，你做正面诶代志，自然就有技术会斗相共，因为无可能人拢会嘛，啊，就有可能有资金甲伊协助。我这10档就是拢要翘去啊，啊，个用个有人管钱，啊，拢安尼，啊是讲你无迄个技术，啊，看者有人提供这个技术，啊，当然足侪，你其实嘛咱扮演个民间足侪，伊是传统啊，伊个学历的基础无遐强，但是呢，你可能学历基础有，你其实会当甲斗相共，尾仔 return 你通斗相共，其实上吼。台湾其实有人有法度做 turbo jet micro gas turbine， 毋是校老师吼，校老师讲伊会晓做，迄种听听会无可能的代志啦。你知影我咧讲啥？迄间公司真正做，伊是公司人够少，伊做一台南人，伊对细汉爱升遥控飞机，尾后甲一般 propeller 无趣味，伊拢去做 turbo jet， 啊做20几档，足厉害，但是伊个学历基础可能无遐强。啊，你也介绍，阮咧甲